中华饲蜂的产业主要集中伫咧八卦山，不过最近这几年入冬了后，常常碰到蜂杀的危害，造成蜜的产量减少。中华饲农会表示，去年因为蜂杀的影响，预估今年蜜的产量会减3-4成。中华县政府今年头一摆买这防治蜂杀的用药，发予这县内有登记的饲蜂户，希望透过药剂减少蜂杀的生团。蜂农拍开蜂巢，蜂仔当咧拍拼做事。但是去年因为蜂杀大爆发，野生伫咧工作蜂，蜂仔破病，无蜂采花蜜，影响收成。蜂仔减超到30度至100度的拢有，所以产量比较起来讲，就减超到1/3去啊。蜂杀伊若伫即只蜂仔吸到伊身躯顶的营养分，即只蜂仔就是变做讲伊会吸食还是破食。即只蜂仔有可能无法度出事，无就是伫裤骹白，等于即只蜂仔就破销去。蜂农讲，蜂杀主要寄生伫咧工蜂，但是寒人工蜂少，若蜂杀严重，会直接走入去蜂盖系内底，影响即只蜂仔健康大限。中华县政府今年嘛买药剂协助蜂农逃蜂杀。你的厂阮家己咧用，阮就是用氟化氯甲草酸2项落去做防治，爱交互使用，无因为你固定用氟化氯嘛袂使，因为伊会产生抗药性安尼。希望讲咱的农友啊，会使配合咱政府的政策啊。甲即个农会辅导啊，用物理防治啊，甚至于即个化学防治的部分，会使甲蜂杀的问题解决。中华饲农会表示，去年因为蜂杀影响，预估今年蜂蜜的产量整体减大约3-4成。加上即阵气候连咪寒连咪热，防治的工课会较歹做，而且蜂仔会飞，蜂杀会烧话倒来倒去。农会就呼吁蜂农爱随时观察蜂杀的数量，骨力防治，才有法度减少蜂杀的生态。记者杨淑晴，中华报道。